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第2期發展已經分階段喺2024年6月動工，其中合約2嘅工程包括敷設長約4.5公里食水水管同埋長約3.5公里沖廁水管，進行工地清理同埋工地平整，興建丹桂村東食水配水庫，配合新發展區供水需求。其中喺丹桂村碎石路山坡，工程團隊正密鑼緊鼓進行丹桂村東食水配水庫嘅土地清理同平整。工程團隊亦都喺洪水橋同埋元朗陸續展開水管敷設工程。為咗加強工地安全，早前舉行咗安全之友同處長同行嘅活動，我哋一齊睇下當日嘅情況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強調一樣嘢啦，就係即係安全為民啦，呢個真係我哋一個信念嚟㗎嚇。咁同埋咧，追於至善咧，真係必然係我哋一個終極嘅目標。咁呢個工程項目咧，其中一個咧，我哋即係推展北部都會區裏邊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環節。要做好我哋嘅工程項目嚇，即係我哋要發展嘅北部都會區咧，其實最重要嘅參與者咧係你哋，因為冇咗你哋每一日嘅辛勞出咁多項，根本冇可能咧可以完成得到個工程項目。